会使讲今仔非常的隆重，会使讲今仔非。还是怎样？从没见过这么简单粗暴的复仇，找到目标一枪爆头，随后淡定离场。这或许就是黑帮最真实的模样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负责断后的神经镖不幸中弹，有出气没进气，眼看着就快不行了。杰哥让后座的阿国照顾神经镖，但没见过世面的阿国早就吓傻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甚至因为画面太血腥，跑到路边吐了起来。阿哥，慢点比快点！好山要进了。你小心哦！见阿国胆汁都快吐出来了，无奈之下，杰哥只好给了2个少年一笔钱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回家，自己先带着神经镖去医院抢救。但杰哥离开时却忘了，他之前给2人防身用的枪还没收回来，成了阿国身边其他小混混争相把玩的好东西。干！你叫你卖互看，你真正有影你干嘛？惊他们怎好？我看上你厉害。叫你卖互看，你就安尼惊干安尼？